即时咱请新歌队来赞美，赞美的诗歌是奇妙真神。即是请牧师正道，特别是求新家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我要邀请你甲你边仔的人，也是检查你边仔无人，不要紧。头前后壁的人，因为咱介绍嘛，暂时莫伤倚近，可能较好势。总是你会当头前的人讲，后壁的人讲，边仔的人讲，真欢喜你会当伫遮。愿上帝甲你做伙伫地，咱做伙来祈祷。主帮助阮，听见你要向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撒旦是一种灵界的存在，对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存在已经真久，这个名，咱若对希伯来文来看，就是对敌的意思。撒旦就是对敌的意思。然后对圣经来看，撒旦被列伫上帝正经的内底，所以
某一个部分，早期的神学家来解读做，这是天使对落的天使。上时，阁是天庭的控诉者，被看做人的对头。换一句话来讲，基督徒相信撒旦是一个真强大、持续影响咱这个世界去违背上帝心意的溃烂。上帝无保证咱讲，当咱决定要军队伊的时，袂有挣扎。实际上，历史来看，过去伫上帝的路任做上侪的人，因通常也经历上侪甲撒旦的对抗。连耶稣嘛爱甲撒旦对抗，何况咱呢？所以总是咱爱来想，啥物会叫做试探？咱未受引诱去做咱做袂到的代志，对无？通常是咱做会到的代志，咱还受引诱去做。所以试探是啥物会？试探是咱做会到的。咱做会到的代志叫做试探。所以，当咱能力哪大，试探就哪多，就是这个意思。真正的试探，常常是一种报价。啥物会是报价呢？就亲像咱拍开手机啊，也是电视广告走出来，周年庆哦，太遮俗，我裤底仔的钱就买会着，甚至免我裤底仔的钱，我裤底仔的1/10就买会着。安尼遮俗，他会当无买，所以这叫做试探，对无？了解我意思啊？吼，这叫做试探。我的能力有够，也是亲像爱电园内底迄只蛇，伊毋是问人讲，嘿，你想要做魔鬼无？你想要做撒旦无？伊是问人讲，你敢有想要做上帝？主耶稣第一遍、头一遍受试探的时，马可福音是安尼记载。马可福音第1章第13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咱做伙来读来，伊伫旷野42久受撒旦试探，伊一直拢甲野兽做伙，毋久有天使在甲伊侍候。马可咧对咱讲，当主伫旷野受试探的时，有3个同伴。我的神约学老师当俊南牧师，伊捌安尼譬如讲，这敢若咧拍双打的，迄个乒乓拍乒乓，也是拍羽毛球，是毋是咱拢会看到人拍双打？啊，这就是双打，对无？你有读圣经无？这就是双打嘛。所以，撒旦是甲啥物人配一组？撒旦是甲野兽配一组。所以野兽是通看见的危险，对无？撒旦甲伊配一组，啊，然后主咧，嘛甲某一个配一组，甲啥配一组？甲天使嘛，这叫双打。这事实上嘛咧暗示讲，当咱受试探的时，嘛是安尼。确实，咱有看到实体的危险，总是有可能迄个实体的危险，其实嘛有背后的溃烂的影响。路加安尼描述，更较清楚来呈现，这个撒旦安尼抬过来，这3球是啥物货吼？路加福音第4章第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魔鬼对伊讲：既然你是上帝的囝，命令这块石头变做饼。前一段，迄个路加福音第4章的头前一段，当主耶稣受洗礼的时阵，上帝才宣告讲伊是上帝的囝。下一时，
迄个挑战谁来哦？一时挑战谁来？主耶稣伫旷野40日枵，然后迄个挑战谁来？撒旦虽然讲啊，你啦上帝囝，无你证明看卖啊嘛？你石头变做饼啊！虽然枵，总是伊安尼讲。路加福音第4章第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耶稣应讲：圣经有记载，人得挖，毋拿挖靠饼。耶稣毋是讲家己无需要，有读到吼，毋拿。伊毋是讲伊无枵哦，总是伊咧对咱讲，咱爱相信上帝的供应，就亲像伊教咱安尼祈祷讲：求你逐日赐阮所需要的食物。迄句，这个是新的翻译。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这是主导文旧的翻译。相时主耶稣嘛咧对撒旦讲：新约毋是变魔术，用来要证明家己外劳。新约毋是这种内容。刷落去，撒旦将主耶稣带到关山，应允讲：只要拜伊，就通将天下万国一切权柄拢予耶稣。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试探，因为什么会叫政治性的试探？政治的关系悬，什么人占啊悬，就会当命令。总是主耶稣因申命记第6章13节，安尼来回应。路加福音第4章第8节，主耶稣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条经节来。耶稣应讲：圣经有记载，着拜主你的上帝，只有服侍伊。主耶稣并无否定有可能撒旦有这个世间某一寡权，伊无否定这样代志。总是主耶稣是安尼讲，毋通敬拜这个世间的权柄的人，毋通敬拜这个，因为咱的敬拜只有上帝。上尾的试探是宗教的。因为主耶稣互人互撒旦带到圣殿的顶头，咱知圣殿顶头过去拢是祭司伫节期的时阵伫遐分角来分的，所以迄个所在有一个真特别象征的意思。然后撒旦因上帝话爱伊对圣殿就跳落去。证明家己是上帝囝，因为上帝会派天使来保护伊。耶稣直接用上帝话安尼应讲，路加福音第4章12节，圣经有记载，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伫遮咱读到，毋拿人哦，毋拿咱哦。撒旦嘛引用上帝话，这个对咱讲，所有听道理甲讲道的人，拢爱警醒，因为真歹势哦，有可能撒旦嘛咧引用上帝的话，这中间有真大的差别，咱爱警醒，好好听见。路加留了一个伏笔。路加福音第4章1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条经节来，做伙来读来。所有的试探拢用了，魔鬼就离开耶稣，听候后摆的机会。所以这叫做伏笔啊，意思就是啥货？试探拢用了，哇，变无步啊，刷落去，毋是无去呢，撒旦毋是无去哦。撒旦伫边仔咧听候讲，是毋是有后摆的机会？因为安尼，所以伫主耶稣的生涯内底，魔鬼一直咧听候时机，就亲像这个时阵，当主耶稣赶出一个恶狗鬼，其中有
一群的群众，因的反应是安尼。路加福音10章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阁有一寡人要试探耶稣，一直要求伊行对天来的神迹。亲爱兄弟姊妹，人咧求神迹的动机往往真复杂，真正互咱看到神迹，咱就会相信吗？无得确哦。无得确哦，圣经就安尼对咱讲哦，无得确哦，真正互咱看到神迹，咱就会相信吗？无得确。所以主耶稣伫路加福音10章的29节刷落去，当群众围伫伊身躯边哪来哪做要听伊讲道的时阵，伊就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群众哪来哪做，耶稣就讲。这世代真正是邪恶的时代，因要求神迹，毋过约拿的神迹以外，袂阁有神迹互因。耶稣咧对咱讲，对遐个毋信的人，遐个毋信的人，就是搁较大的神迹嘛无路用啊。就亲像当埃及全地发生灾难的时，伫第3灾发生了后，埃及法老的术士就安尼对埃及王讲：“这是上帝的作为啊！这是上帝的作为，表示啥物货？这个术士认出，好，这人做袂到，这只有上帝才做会到，安尼叫做神迹。听有意思无？神迹的意思是啥物货？那人做的变魔术尔，对无？那神迹是啥物货？是上帝记号甲作为。人若拍目睭拍开，认得出来，那安尼这叫做神迹。这就是神迹原文的意思哦。这就是神迹原文的意思。事实上，虽然安尼，总是心硬亲像法老，心硬亲像耶稣身边要求神迹的人，心硬亲像咱，所以就是生目睭看到，当场见证到神迹，咱有时也无法度真正来认出来。主耶稣认为，人求要看神迹，祈求这个雕像、雕头，是代表一个邪恶的世代，这是无顺服、悖逆的记号。就亲像早前当时旷野的以色列人，上帝当时逐工拢有神迹互因看，上帝逐工伫头前来带路，逐工赏赐因食物，供给因需要。这当毋是拢是上帝的神迹。咱若承认迄是神迹，那安尼总是歹势呢。即群伫旷野的以色列人犹原无满足咧，因犹原无满足咧。换一句话来讲，当人的目睭认袂出迄是上帝的作为，那安尼，迄只是变魔术尔，对无？迄只是供应互我会当需要的来看尔。换一句话来讲，上帝的作为神迹，真少会唤起人信仰的觉醒。颠倒变的是，互人产生好奇、争论，甲对掉头的欲望。所以真正的神迹，主耶稣讲，就是约拿的神迹。路加福音10章3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拄亲像约拿诚做尼尼微人的神迹，人子嘛要诚做这世代的人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啥物神迹？约拿行入一座爱行3工较行会透的尼尼微城，伊只有行1工。换一句话来讲，伊只有行1工尔。迄个城内底1/3，然后
伊只有用原文5字来讲道，总是真歹势。迄个原文翻袂出来，迄个中文啊吼。所以迄个5字的意思是讲，40天后，这个城要毁坏。原文只有5字尔。40天后，这个城要毁坏，就亲像有人行到你的面头前，甲你讲，就亲像台湾真侪电火条顶头拢会讲啥？天国军啦，对无？4字。啊，有当时啊，伫山顶啦，看到我刚刚看到这个电火条顶头，就感觉讲触我眉头，对无？换一句话来讲，用那行入尼尼微城，这3天才行会头的城，然后伊讲道只有5字，伊行1天尔。先知的所做，拢代表伊外唔甘愿，伊主唔甘愿的。我都无偏偏，我都无要来传，上帝硬爱我来，伊主唔甘愿的。所以咱读到路加福音10章31节到3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伫审判时，南方的女王会甲这世代的人做伙起来，甲因定罪，因为伊有对地极头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恁看，有比所罗门更较伟大的伫遮。伫审判时，尼尼微人会甲这世代的人做伙起来，甲因定罪，因为尼尼微人听到约拿的传道了后，拢有悔改。恁看，有比约拿更较伟大的伫遮。就是遮尔无共愿的先知讲道，既然因全城拢听见，可见是一人报一人的。了解意思吼？迄行1天尔，他有可能讲所有人拢听会到。迄一人报一人，上时全城对顶到下就展开悔改的行动。那安尼，这表示啥物货？这表示这个改变，毋是出对人，是出对上帝的作为。我拄拄讲过，上帝作为叫做啥物货？新约。就表示这样代志是出对上帝的旨意。同款，南方的女王对地极来到耶路撒冷，因只想要听所罗门嘴内所出上帝智慧的话。若毋是上帝，尼尼微全城的人，南方的女王，还会当因为听见来受改变，甚至就听见讲，有智慧的人伫遐讲话，我要来听。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啥物会叫做新约？就是上帝现在的改变。咱若伫中，咱若听见、认得出伊的作为，迄就叫新约。当咱认出来了，更加要紧的是专心来相信，原来上帝。毋是远的上帝，毋是伫天顶的上帝，原来伊就伫咱的中间，这是伊的记号。当咱认得出耶稣就是上帝，要伫这世代甲咱的生命内底的旨意甲作为的时，咱就通对主耶稣的讲道甲作为内底认出，伊就是比王。比先知更较大的迄位，假使咱若认得出来，咱就得到真正的福气，就亲像耶稣讲道了后发生的代志。路加福音10章2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在讲这个话时，群众内面有一个妇人人。大声对耶稣讲：“生你，互你属你的妇人人，真有福气。”主耶稣的讲道甲医治，毋是拢全拢遐个
不得不切恶意要陷害满屋的人，就是毋那是遐只想要来求生者的试探尔。这个妇人人的呼叫，拄拄好是听主耶稣讲道了后所引起来伊的回应。主耶稣一听讲道了后会欢喜，直到伊大声呵乐，迄个生养耶稣伊的妈妈。路加福音18章28节，耶稣刷落去安尼回应。做伙来读这段经文来。不过耶稣应讲，听上帝话，佮遵守的人，佮较有福气。主耶稣咧提醒咱，伫旧约内底，其实上帝已经为伊的百姓树了什么？什么话叫什么？是真个信仰的传统。申命记第6章第40到第5节，这咱会一直读到。做伙来读这段经文来，做伙来读来。以色列人，要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当咱听道理，知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甲咱立约，因为安尼，就爱亲像这份信仰传统内底听见，真正听见。什么话叫做真正听见？就是将听上帝的心意，专心、专情、专力。听上帝的心意来呈现出来，免哪呈现？毋那是伫个人的祈祷甲读圣经，这个呈现嘛伫咱的生活甲家庭内底。父母的信仰时常会伫生活内底真自然来流露出来。就亲像有人安尼讲，做伙祈祷的家庭袂破碎。虽然无亲像过去犹太人。将上帝话下伫伊的手骨，绑伫伊的胸头，总是咱的心爱下调上帝话，因为伫生活内底，咱时常爱表明咱的立场。就亲像有人提分互你的时阵，除分互你的时，就亲像伫考试，你边仔的朋友甲你讲。互我看一下，答毋好，就亲像伫网络顶头有一个走出来讲，免费会当录迄个电影甲音乐。伫爱咱顺探这个社会潮流的时，毋若安尼，对上帝听甲顺服，爱伫社区内底分享。所以，上帝提醒过去的以色列人，爱将伊的话就搭伫门框。这是这段话后壁的意思哦，搭伫门框，放伫城门顶头。这叫什么意思？这讲真正听道理的人，会伫咱的生活甲生命内底，因为怜悯去听，就是去医治。这才叫做真正上帝作为信者的意思。就亲像耶稣，这就人来宣告，这叫做我的立场。你若愿意听，搁去行的人，那安尼，这叫做我的立场。安尼行的人，会得到上主耶稣的呵乐，得到迄个真正的福气。1997年有一出电影，台湾啦翻译做《魔鬼代言人》，我毋知影大家有印象无？这出电影描述一个少年真厉害的律师，叫做 Kevin。伊是一个袂捌输过官司的律师。咱也知影这样代志足无简单的吼，袂捌输过。然后伊有一个真水的某，伊的家庭生活真好，真甜蜜，一切拢幸福完美。
总是即时有一间伫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就邀请凯文去做因的这个 partner， 成做因的合伙人。这个头家John就带凯文去到迄个大楼的楼顶，就看下面。咱爱知影迄个纽约下面迄个城是偌尼厉害吼。偌尼厉害，意思就是偌尼大啦，偌尼强，偌尼富裕，就应允伊讲，你若愿意来，全世界的权力、名声、利益，拢等你。总是上时，当伊入这个事务所了后，遐白沙倒海的引诱甲试炼，嘛咧挺台。Kevin 为着维持无败，就是毋捌输过的记录，伊就将伊的良心摕掉。总是伊的事业顶头成功，互伊俘虏伊的某玛丽安，伊的精神嘛渐渐衰弱，上尾自杀。Kevin 回到厝，上尾发现伊的某自杀的时，伊才真正发现，伊原来失去真正的幸福。所以伊就走去问 John： 你是啥物人？你是啥物人啊 ？John 就回应讲：我的名伤多啊。Kevin 就带怀疑、无确定来讲出这个答案：撒旦，你是撒旦。Kevin 甲想起伊的某所讲的话，总是伊迄时毋相信。伊对这个John安尼讲：你毁掉玛丽安是因为伊捌你。撒旦随时否认，伊讲毁掉你的某的人毋是我，是你。你有真侪机会，伊只有需要你的疼，总是你上无用啊。Kevin 讲。你讲袂出，我毋是。撒旦直接承认指出Kevin心中的罪，伊讲承认吧。你来这个所在一开始，就想讲要孝顺这个律师事务所内底迄个上水的迄个，你就想要孝顺伊啊嘛。伊阁真无客气来指出，Kevin 接案的时阵真侪违法做假的代志。Kevin 就败坏，气急败坏，否认讲你骗子，这拢是你的出的主意。撒旦阁一遍提起讲，我捌安尼讲，检采你嘛应该输一遍啦，是你毋情愿。听见即句话的 Kevin 大声喊讲：输，我毋捌输过呢，我只会当赢，赢就是我的工作。撒旦安尼讲，伊下一个结论讲：我无话通讲啊，因为骄傲是我上爱的原罪。一向看家己真厉害的 Kevin， 就亲像迄个气球放风。伊伫迄个所在听见撒旦的话，上尾才看见伊真正的本性，就是骄傲、甲自私自利。亲爱兄弟姊妹，我一向对真侪教会举行异地的特会感觉不安，因为这必然会招出侪需要异地的人。总是啥物人会当保证上帝会伫即时这个所在施行异地呢？牧师吗？真有温顺的牧师，才有法度保证，才有法度控制上帝讲：即时你得爱异地伊。是牧师遮厉害吗？是讲员遮厉害吗？有倒一个讲员敢宣称讲，我会当控制命令上帝的伫即时即刻带你异地？无吧？毋敢吧？
我通常拢为着要举行特会，即种异地特会的牧师来祈祷。我真烦恼因，互上帝拍。人要证明的是啥物货？人要看新家的意义是啥物货？有时阵只是人想要证明家己，毋是上帝。所以，就是有少数人伫特会内底得到医治，真侪人爱失望来转去。遐个上帝使用有医治恩赐的人，医治恩赐的人，敢毋知影？伫圣经内底，主耶稣的医治，袂捌爱人因为相信来交换，毋是讲你信，伊就会医好你呢，毋是哦。就亲像咱这个故事的一开始，这个A到贵子，这个人，主耶稣都有讲，啊无你来信我，我就来医治无嘛。信。相信绝对毋是交换的条件。主耶稣医治人，上帝医治人嘛，毋捌调特会来医治。颠倒伊时常吩咐人讲，毋通逐人讲我医好你，敢毋是咧？伊施行医治的条件，其实只有一项，就是上帝怜悯。所以，当人讨要看新约的时阵，伊颠倒骂伊讲，只有邪恶的时代才会求看新约。新约毋是互咱来看魔术的，真歹势。新约毋是变魔术，互咱伫边仔看戏的。新约是咱愿意改变的时阵。咱就会见证着上帝作为伫咱生命中来出现，所以主耶稣的话嘛，敢若亲像直接咧指责咱这个时代，人毋愿听见，只想要看真稀奇的现象甲表演，只想要用新约来证明教会是真的，上帝是真的，敢有法度咧？然后，侪教会为了回应时代的需要，充满奇怪的现象，甚至有言医治特会、方言祈祷，甚至前一阵啊，搁咧流行讲元宇宙，要来元宇宙传福音。提摩太凯勒牧师是安尼讲。伊讲是安怎有人会知影福音，总是伊的性命无改变的，因为伊认为上帝赦免人不过是一件真简单做会到的代志尔，有啥物了不起的？当福音互人看做真廉价的时阵，这个福音就无法度，也是讲看起来敢若福音的，就无法度改变人。撒旦互耶稣的试探，就是你来行新约吧。来证明你是啥物人，这也是撒旦互今仔日的教会上大的引诱。上帝已经互恁官兵啊，来吧，安尼做通证明你家己。亲爱的兄弟姊妹，主耶稣讲，佫无新约比用那的新约佫较大。假使咱若毋愿听见，只想要看新约。毋愿做出生命的改变，只想要行素食路线，咱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伫伊喙中所出邪恶的世代而已。保罗安尼讲，罗马福音罗马书第8章20节到2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为为着物袂当达到受造的目的。毋是出自因的本意，是上帝旨意。不过，被造物要地毋忘，有一日，因本身嘛会受偷棒来脱离会败坏的拘束，通甲上帝的囝儿分享阳光的自由。免啊对迄个败坏的合制内底来得到偷棒咧。免啊对这个威胁世界
瘟疫的内底得到医治咧。N.T. Wright， 这是一个出名英国的神学学者，伊安尼讲：为着救世间，上帝用伊囝儿的位格降临，将罪重担放伫家己身上。伊用圣神的位格降临，伫教会内底，伫这个世界受痛苦的所在吐气。这就是上帝怎样透过这生产的痛苦，对目前世界恐怖见效的状况，行往救赎的路，就是迄个应允互咱全新的创造。亲爱的兄弟姊妹，听详时照安尼行，我相信咱就会当见证上帝伫咱生命中的作为。咱若认得出来，就会看得出，这叫做信仰。那安尼就会将这个撒旦甲世间空虚的捆绑来提掉，得到真正阳光的自由。这就是信你的人上要紧的应允。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赏赐带领。互阮真心领受上帝你完全的祝福。主，你知阮软弱有限，因为安尼，阮真会受撒旦的引诱。求主帮助阮，帮助阮看、听，真正下主心意。求主帮助阮，互阮真正认得出你的作为。就伫阮的生命中要成就，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伫我心。咱三甲来吟回应圣诗。圣诗第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请起立，吟全首。耶稣叫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求主耶稣时刻保护。我会求主基督耶稣全然成就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靠谱，你大是阮亲像保护。无论拄着烦恼艰苦，也是兄弟平他路过，无论海面也是山顶，也是他为主耶保护。我会求主基督耶稣全然成就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靠谱，你大是阮亲像保护。我打春秋天主耶稣，我行天路，顺靠祝福，世界无
好拢无定定，自尊成就牵挂，好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成就世界，好我要真心爱你脚步，你大是阮亲像，好但求救主常常照顾，相思相惜，扶持帮助，到尾到夜，时时关心，真只是那地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成就世界，保护我要真心爱你脚步，你大是阮亲像，保护。请坐，这是来奉献，请黄文光、张春燕技术来书献。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咱三甲来读今仔日金句，我读一遍，请会众读两遍。因为比做米袂当达到受造的目的，毋是出自因的本意，是上帝的旨意。不过比做米要得愿望，有一日因本身嘛会受土棒来脱离被败坏的拘束，通甲上帝的囝儿分享阳光的自由。罗马书8章20到21节，请。
请咱掀开酒报，第一页下酒的事项，请咱别担心。主日的聚会，教育部课程，请咱家己来看。第二页有小组的聚会表，请咱照这个时间来参加聚会。奉献的名先后顶台，请办公室来更正。第三页消息报告，第一点，7月份10月中日中乐于志平技术前修助赖建议。第二点，伫礼拜结束了后，伫7公益教会要召开7月份定期中集会，煞接开小会。第三点，发放2023年中级选票，请在酒会员伫等礼拜堂外口来领取。教会消息，第7到第9月新阿公应教，请兄姐到办公室来领取。第二，社学校的团契对7月份开始，改伫每礼拜拜六暗时7点来聚会。第三点，少年团契因为疫情关系，7月份暂停聚会，看状况等下来回复。第四点，信用自修班进清课程伫7月7日开始，伫第二堂礼拜日结束了后恢复上课。地点705有备办午餐甲讲义，欢迎会友参加。第5点，平安堂的收费标准，请咱家己来看。具体消息，本会黄文正弟兄的父亲黄仁胜长老已经伫6月29伫主体举行个别礼拜，请继续为着遗族关心代祷。第2点，本会宋志堂干事的太太王世丽姊妹，要将伫7月12日伫台北荣总进行甲状腺切除手术，请为着手术的顺利来代祷。第3点，恭喜陈亚生、林世杰夫妇抽签派往新德中会苗栗山甲教会来服侍，完成祝福，保守平安。教界消息，第1点，新德中会伫7月7日拜三上午10点，伫本会举行82届第3次的会议。其他消息，合作社伫后主日要举行理监事会，代祷事项。第1点，7月7日伫本会举行中会议会，请为着议会的顺利代祷。第2点甲第3点是下季下校伫7月7日，少年要入大咱的教会，准备7月13到17的营会。也伫8月14，本会青年要前往福兴区姊妹教会、三明教会，要来服侍学童，求神带领，请代祷看顾因遮的青年人平安健康，结好果子。请其他的代祷事项，请家己来看，请牧师补充报告。我大先来介绍人客头一位是文正兄的妈妈，张妈老姊妹，伊伫咱中间吼，伊已经接起来甲文正兄因做伙徛起，所以请伊徛起来好无？真欢迎伫咱中间。咱也持续为着因的家庭来祈祷，求上帝圣神的安慰来到因的身躯顶头。刷落去这个家庭啦吼，刷落去这个家庭这里我来介绍吼，罗玉荣跟蔡桂枝夫妻啦哈，他们2位请站起来哈。那还有第2对是林汉元，对不对？林汉元跟罗慧珠哈姐妹，然后第3位是罗子涵。很抱歉哦，你们我听说有些人第一次听台语的时候听不太懂，所以我猜你们可能大概只能听一半，对不对？大概只有听一半哈，因为台语讲到的确有时候是比较需要进入这个语境才有办法可以听得懂，所以他们姐弟在2个多礼拜前来找我，然后我们恳谈了一下，那就协助他的妈妈来告别式。那上个礼拜顶礼拜本来因公这个礼拜要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致谢，那愿上帝的安慰、上帝的恩典、圣灵与你们同在，真实帮助扶持。
那我们掌声也欢迎他们到我们当中。请坐，请坐，请坐。欢迎你们，如果以后要听华语的话，就11点来参与我们的11点礼拜哈。11点我们有一场礼拜哈。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听得更清楚，也可以待会再留下来啊。但是留到那时候可能太晚了哈，我就要留你们吃中餐了哈。好最后一位是这个美珠姐的女儿何其珍啊哈。那在我们中间，我们求上帝保守。我也很担心你听不太懂哈台语哈，台语听不太懂。那我有写稿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更懂一点，或许可以参考之后的稿件哈。愿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的恩典，跟咱做伙伫地。愿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的礼拜时间改变，就是改成9点跟11点，然后歹势爱换频道。对这礼拜开始，咱礼拜时间开始改变。就是9点到11点，详时咱的小组嘛开始改变，咱做一寡调整，所以咱会当看到咱的周报顶头第2页顶头就有这个小组，所以我要邀请写伫顶头的这个小组的小组员、小组长来到台前，咱要为着这个重新出发的小组长来祈祷。咱要求上帝赏赐，互因所引出的小组会当有上帝的祝福。我嘛要详时要邀请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咱会当来加入因的小组。这个小组有的是探访的小组，有的是服侍的小组。就讲平安小组就是服侍的小组，望会当关怀这个平安园内底，咱教会创伫平安园内底的这个家属、甲亲人，所以迄就是关怀小组。所以有服侍小组，有组织的小组，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个时阵，我要请写伫顶头的在场的小组长来到台前，好无？来到台前，只是请来行来头前，对后壁行出来。多谢。行来到台前，对，行来到台前，行来到台前，对，较头前的吼。我要多谢，随上咱来感谢因愿意来出声讲，嘿，我愿意来做小组长吼，我愿意来关怀人，我愿意来。做这个组织人，伫咱的教会内底，诚做咱教会的属灵领袖。所以，这时咱要为因来祈祷。所以我要请会众徛起来，好无？咱徛起来吼。咱做伙出声，我嘛要邀请在场的小组长，请恁为家己来祈祷，求上帝帮咱，互家己伫这个过程内底，上帝赏赐开力，互咱会当伫咱所引带的这个兄弟姊妹顶头有上帝的祝福，好无？所以我要请咱为着咱的小组来祈祷，请咱为着咱的小组长来祈祷，求上帝赏赐开力甲祝福。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你引带赏赐，互阮的教会有一群愿意为主献身，愿意为主做一工，带人认捌主，以及做伙互相相听的小组长。主，阮求上帝圣神甲因做伙伫地，保守因的心怀意念，使用因伫因的喙、伫因的行动顶头，真正彰显上帝你完全的祝福。主，阮是无教业的人，阮是有罪性的人，都是上帝，你要使用阮，因为安尼，阮就要行出来，行出上帝你完全的祝福。主，帮咱扶持。阮中间即群愿意为桃园教会正做小组长的兄弟姊妹，使圣神甲因做伙伫地，互因所讲所行，蒙上帝完全的祝福。主，阮向你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
咱用会众请坐吼，咱用拍破声多谢因啊！请我不要一一介绍好不好？不要一一介绍吼，因就伫写伫这个内顶，我要请伊活动先，互大家看者吼。因就是咱教会刷落来的小组长，所以我要鼓励咱大家，就是至少伫一礼拜内底参加一个小组，学习一个团契，然后参与一个服侍，以及参与一场礼拜。愿上帝帮咱扶持，祝福带领。咱搁一遍拍破声，多谢因，要伫咱中间服侍，请回座，请回座吼，多谢。上尾一项我要直接补充报告的是，邀请咱为着咱少年、咱的青年，伫暑期刷落去，要伫咱的教会内底有儿童的夏令营、注意迄个注意2的学校，以及学几学校，以及伫特别是去到3民，7月份到8月份，拢有一礼拜时间，咱求上帝赏赐。刷落去，我会经过小会同意，邀请咱大家为着，特别是为着3民教会的福音队来奉献。这个我因为还未经过小会，所以我会先暂缓。总是咱求上帝帮咱，互即群愿意服侍的少年家，真正得到快乐，也祝福人在伫3民教会，咱的新庙教会。上营圣诗第635首，愿主旨意得听伫地，今晚是请牧师祝祷。请起立，吟传首。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灵乐密祷。
平安礼，请甲身边的人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
因为教会的成语，